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好鸟管百家。有饲鸟的人拢知影，鸟的骹手真溜俩。为着要掠鸟鼠，不管是爬树仔，也是搬墙，对鸟仔来讲，嘛是简单，因为这是因的天性。咱遮讲的好鸟，就是迄款毋但会伫家己的厝掠鸟鼠，连厝边隔壁的嘛会斗掠的鸟仔。即句俗语，有人会甲伊比作做爱插人的婴仔师，另外一方面，嘛会使形容有能力的人会比一般人做的代志搁较济，嘛较辛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